咱做伙来祈祷，恳求主开阮的耳孔，互阮的心听见你的话。安尼祈祷，靠主圣名，阿免。我伫台南新学院读神学研究所的第一档，当时一年级新学生的一年级神学讨论，这是必修课，3个学分。当时我入学校咧教课的这个老师是谢秀雄牧师，目前已经无伫这个世间啦。然后我对伊第一堂课印象真深，因为伊就对迄个咱拢知影老师拢安尼啦吼，迄个有一个办事，啊行入来，学生咧等嘛吼，啊就有一个办事安尼行入来，行到迄个台前，迄个教课的台前。然后头一句话，伊就对阮所有的人讲，伊讲，啥物人讲圣经写人有罪？啊，无你来甲我辩论看卖啊！听我意思吼，伊一开始就安尼讲，啥物人讲的？讲圣经写人有罪，啊，无你来甲我辩论看卖啊！当时看人有罪理所当然，因为我对细汉就伫教会大汉，所以我感觉迄人有罪这项代志对我来讲是理所当然。所以看算即句话就互我开眼界啊！听我意思啦吼，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项代志。原来过去台南新学院神学教育的过程，其实真重视这个辩论的过程。所以男神真侪老师拢真爱学生问问题，啊，若无要问问题，伊就要问你问题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对辩论的过程内底，咱较知影咱的信仰是啥。我到底咧信啥？总是罗马书第1章18、19、3章20节这段落的经文，其实就是圣经中咧讲人有罪上主要的根源。所以咱已经读到上尾啊这段，讲人有罪。保罗讲人有罪，其实就是圣经咧对咱讲，伊所讲的圣经就是旧约哦吼。所以，伊伫遮引用的拢是旧约的经文。罗马书第3章第9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那安尼，咱犹太人敢有较赢外邦人？无，我已经有指责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受罪关系。这是罪，这字用名词的方式，伫这张批内底第一遍来出现。原文这句话应该安尼翻译：那安尼怎样？咱犹太人是毋是较占优势？并毋是伫每一个方面，因为咱已经控诉犹太人甲希腊人，因全部拢伫罪恶的下面。保罗伫遮其实伊咧认为罪是一种关系，控制所有的人，这种关系。控制所有的人。加尔文注意到，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第3章的头前，是用第三人称讲因，然后伫遮去用咱，集合名词啊，我们，咱，表示啥物话？伊将家己包含伫这个有罪内底。听我意思吼，加尔文有注意到这点。克兰菲德这位顶世纪的神学家认为，保罗将罪比评做更人的，就亲像咱拄仔课文，迄个圣经中将智慧比评做更人的讲话，更人的对无？同款哦，伫圣经内底，罪。跟人的，所以会讲话呢，所以会亲像创世纪第3章迄个变做蛇会讲话对吧？然后伫遮，保罗是讲罪有关系的，罪会讲话有关系的。
所以真明显是受创世纪的影响，就亲像迄个捌人的心的上帝，咧经过迄个也未动手进前的该稳，上帝是安尼对伊讲的。创世纪第4章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若行为正直，兼毋是会得着接纳，若无坐伫门口当等你。伊要控制你，你就甲伊制服。亚兰德修斯这位哈佛大学的老师，伊认为，这嘛是美国的大法官啦吼，大法官之一。伊认为讲，这虽然是上帝的警告，咧警告人，总是另外一个部分，嘛是上帝咧宣示。什么意思咧？就是伊是全能，伊知影人心的上帝，总是伊未干涉人的自由意志。听有意思吼？伊未干涉人的自由意志，伊相信人会当控制伊内心的罪恶。所以犹太人的经典米达什用一个故事来描述人的自由意志。伊讲有一个人拄到一个拍蜡的人，这个拍蜡的人抓到一只鸟仔，伊手摕一只鸟仔，然后就问这个人讲：“你来摇看卖啊？这只鸟仔是生的、活的还是死的？你摇看卖啊？这只鸟仔是活的还是死的？”然后这个人安那回答？这个人来回答讲。伊是生，伊是活的，还是死的？全部拢看你来决定。听有意思无？伊啦，这只鸟仔死就死嘛吼，但总是伊来活的，伊来讲死的，伊就决定就好啊，看你决定啊。所以该稳就亲像这个拍蜡的人，有自由意志来决定，要互伊的小弟生，亦或是死。上帝咧提醒你，你心内底有一个怪物哦，你爱制服伊。总是该稳到尾也是屈服伫这个罪关系内底，来伊的小弟杀死。关系这场的凶杀案，原文其实有一字真特别，这字叫做该稳是爬起来，爬起来。所以米大什咧描述这个发生的情景是安尼：当该稳甲阿伯发生冲突，原底阿伯是迄个更较勇的小弟，所以两个三演到迄个该稳互阿伯压制伫涂骹，然后这时该稳爱阿伯看老爸老母的面子，赦免伊。阿伯听了不忍心，就放该稳，想袂到该稳爬起来，趁阿伯无注意，把伊杀死。这是米大许的描述，讲这幕是安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什么是罪？罪搁那怪物的，伫人的心内底稳重常常未出现。咱心内底若有一个怪念头吼。未出现对无？总是咱知影啦。总是当伊出来的时阵，就亲像亚当夏娃想要亲像上帝，就违背上帝的心意，食善恶果，或是甚至亲像该稳，就犯杀人罪。所以这就叫做罪甲伊的关系。对第10节开始，保罗就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证实人有罪，听有意思吼？伊毋是家己讲的哦，伊是引用旧约的经文讲，证明人早就伫罪恶的关系内底。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拄照圣经所记载，拢无义人，连一个都无。第10节到12节是节录
上时也是改写诗篇14篇的第一节、甲第二节到第三节的74译本。是安那？我会一直讲74译本，是当时74译本伫犹太人的中间，特别是这捌字的犹太人中间，亲像今仔日的和合本共款，差不多大家拢有。所以伊当时是引用这个版本74译本。克兰菲德讲，保罗是逐字来照写落来，然后改一字尔，这字叫做义人。咱若读迄个诗篇14篇的时，咱就会读到，保罗若改一字尔，这字叫做义人。所以相当有可能保罗当时想起传道者所讲的迄句话。做伙来读这段《传道书》第7章20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世间无一个只有行善、无犯罪的义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传道的讲啥？讲世间无一个人是只有行好，无行歹的啦。保罗这种宽恕方式，其实是甲耶稣时代迄个犹太律比咧使用经典的传统有关系。这也是米大许的传统甲来源。以斯拉第7章第10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，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。这个米大许其实就是研究这字啦，原文就是研究啦，米大许。所以什么会叫做米大许的精神？就是这句话。以斯拉互人看做犹太人，互犹太人的律比看做是上早甲第一位律比，就是文书啦吼，文书的意思。经学教书，咱迄个中文的翻译本嘛会当来翻译做经学教书。然后律比的任务，唔那是将圣经旧约的原本的意思带来互上帝的百姓。另外一个更加要紧的，是免将上帝的话，甲即群受领转来的以色列人，迄时所面对的生活甲困境连结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不只是上帝的话尔吼，上帝原本迄个话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意思是免将迄个话换伫现在生活的实况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所以克兰菲德认为，保罗的改写其实是这个传统，甲这个意思，伊改写一字尔，伊引用改写一字。这也就是保罗伫这张批内底一直咧强调，迄个什么会叫做义？什么会叫做义？伊咧提醒这受批的人，讲道德上的义人行袂出来。然后这诗篇14篇的第2节，其实是诗人承认这句话。咱做伙来读这诗篇14篇第2节吼，来。上主对天亚乐来看世间人，好，什么时阵是上帝对天亚乐要来看世间人的时阵？就是伊审判的事啦。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吼，迄个概念是安尼。所以伊才会刷落去接这句话。罗马书第3章11节讲啥？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无晓悟的人，拢无人追求上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更较可能是要表达第2节这个义的意思，就是伫上帝面前人失去迄个义的地位，所以一定会互伊判做有罪。当人若无追求上帝，性命就亲像迄个骨牌、迄个骨牌地落落了，就一直落落去。听有意思吼？就一直落落去。地到会真做诗人所描写罗马书第3章12节这款的地步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人拢背叛上帝，
拢行迷路，拢无人做好事，连一个拢无。所以原文是应该安尼讲：讲所有的人行偏差，做伙变做无路用，无行温顺的，连一个拢无。所以保罗煞来引用这个圣经，拢明示或是暗示，毋是迄个台湾的明示哦，明示或暗示啊吼，明明来表示或是暗示人的身躯顶头的某一个部分。罗马书第三章的13节到14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因的脑后亲像开开的梦，因的喙齿干燥，因的喙唇有毒蛇的毒，因的喙内充满恶毒咒诅，对无？毋是拢喙的器官。所以保罗伫遮是逐字咧引用74译本诗篇第5章的第10节后壁，以及诗篇139篇第4节的后壁，以及诗篇第9章28节的头前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诗人伊是拢引用圣经的话，然后拢是诗人所写的诗。这个是诗人咧表达人嘴所讲的话，会带互人，甚至是损害性命以及内在的破坏。所以拄咧回应保罗前伊捌讲过的这段话，伊讲伊咧写人的罪的时阵咧讲啥？讲脚遮后话，对吧？吼，诽谤，拄拢咧讲这个。拢咧列这个罪，学者咧认为保罗是咧表达一项代志，罪会家己发生，罪会家己发生，甚至也是亲像中世纪的法国的学者保爵伊所讲的，伊讲罪拢伫言语的中间。罗马书第3章15节到17节，刷落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走真紧，急要害人流血；因走过路，拢有毁灭悲惨。平安的路，因毋捌。所以，这是将74译本的以赛亚书第59章第7节到第8节录起来，就放伫这个所在。保罗爱咱注意到人真残忍的特性，这是甚至是用诗歌来指出人的行为会造成恐怖的效果。不管人去到倒位所去的所在，会流落毁灭甲悲惨的痕迹，所以人毋知影怎样咧去做真正的和平。这互我联想，我前几工咧看纪录片，就看到迄个海里充满大量的塑胶物仔，然后鱼仔就安尼食到这个物件，毋知要安怎，佮活地的鱼仔。所以咱掠做咱这个人无做呢，总是人行过的路所造成的痕迹，真正会互性命无去呢。毋通想讲咱拢甲人无冤家，就咱拢无罪无问题呢。罗马书第3章第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对上帝心无存敬畏，原文应该是因的目中无毋惊上帝，所以这实在是讲出人的言语甲行为迄个罪的本质。因为人嘴所讲出来的话是出对人的心，人的目睭所注目的咱关心的代志，会影响咱所行。听有意思吼？其实吼，
咱的行为拢甲咱目睭所注目的有关系。咱目睭注目的会影响人的行为，所以保罗也是安尼讲，因的眼中毋惊上帝是一种象征性的讲法，意思是伫人的生活内底无包括敬畏上帝这项代志。所以，当人将上帝排除伫人的生活甲心思以外，不管理论上是毋是无神论者，实际上伊就是无神论者。罗马书第3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当咱了解律法一切要求是对伫律法下的人讲的，互人拢袂当辩解，互全世界拢受上帝审判。当时犹太人，因大部分的人拢认为保罗所指控、所指责的这个罪，只有适用伫其他的人身躯顶头啊，他有可能咧指我，只有可能适用伫其他犹太教以外的人。总是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第20节指出，上帝的话交予犹太人的目的，是爱因互这个世间了解上帝有审判，所以毋通家己掠做恁真牛、恁真厉害，会当免除上帝对人罪恶的谴责。颠倒恁应该接受承认，家己同款，甲所有的人同款，拢背离上帝。伫这个拍伫审判下面，这字其实是当时的法律用词。伫圣经以外希腊文是咧形容一个人若犯法，互家己承受人起诉，然后徛伫法官的面头前的时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保罗是呈现一个法庭的画面，当迄个被告有机会徛伫法官的面前，会当当众辩解的时，因为控告伊的罪真确实，所以伊实在是无话通讲，伊只好点点，这就亲像加里文伫遮安尼写，伊讲，当咱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人只会当踢掉的。点点无讲话，听候伊的判决。罗马书第3章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无人靠守律法的条文，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对律法，人才知什么是罪。虽然保罗无写照圣经所记载，总是伊真可能是引用诗人的话，因为这规篇拢是引用旧约诗人的话，所以真有可能是伊是引用诗篇143篇第20个尾段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伫你面前，我地的人无一个是义人。保罗咧对咱讲，无人会当倚靠遵行律法来趁着互上帝称义，宣判做无罪，无可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一开始就将人伫道德上的罪来列出来，甲当时哲学家咧讲这道德的规范有亲像的所在，总是伫遮，伊搁较使用旧约这种文书，其实当时是这列比所使用经文的方式啦。咱爱知影，当时并毋是亲像咱今仔日讲有册通变无。当时保罗是安怎写出来？保罗是靠伊的头脑所有来记起来。听有意思哦？伊将这经文记伫头壳内，然后安尼一字一字读出来。这是当时文书使用经文的方式。然后伊用这种文书使用经文的方式，来纠正
证明伫上帝面前人的罪，因为安尼人不但是伫做人的道德标准顶头失败，伫上帝面前更啊无人会当称义，所以人到迄个时阵只会当点点啊，窒的，喙就窒的，无法度应话。罗马书即卷册历来就引起真侪人的讨论。我认为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章20节，其中有一个真要紧主要的问题，就是人有自由意志无犯罪吗？初代教父将 Chrysostomo 约翰屈梭多摩过去拢称伊叫做金喙，听讲伊是第一位真后讲道的牧师，所以伊的另外一个名叫做金喙。伊安尼讲，伊讲肉体甲欲望是中性的，会当好，会当歹，总是人的心纵容欲望，然后安尼才呈现出罪恶。人要犯罪也是无，关键是人的决定，毋是肉体的本质。总是因为人一定会死即种界限，所以人的欲望真歹控制，所以咱爱倚靠圣神来治死身体的歹所行。这是约翰屈索多摩所讲的。然后后来柏拉图这位神学家伫伊罗马书的释义，同款释义着这段。伊安尼讲，伊讲保罗是用一种较夸大的这种形容方式来表达人每一个人拢有罪。伊讲会当理解绝大部分的人拢犯罪。伊讲人的犯罪是因为这个罪成做咱的习惯，甚至罪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。柏拉图进一步来解说，上帝用公义审判处理人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。人受造本来是好，而且有好的本质，互人拢需要为着家己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来负责任。这就是公义无偏差的上帝，伊对好审判，对歹审判，以及伊有先知影以及竞选的基础。总是伫这个所在，柏拉图过头用人的自由意志来理解称义甲救恩，确实有高举人的迄个可能，才引发俄古斯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反驳。所以因当时有真侪辩论啦，伫因伫地时代有真侪辩论，然后这个反驳，才将整个教会教义放到另外一边，来强调上帝至权无上的主权。俄古斯丁嘛根据罗马书哦，真歹势，因的话拢根据罗马书。俄古斯丁嘛根据罗马书发展原罪的这种观念，伊认为对落进前的亚当会当无犯罪，总是对落以后人就落入去迄个袂当无犯罪的境界。总是人若袂当无犯罪，佮引起另外一个问题，若安尼人失去自由意志啊吗？俄古斯丁是安尼应答，伊讲人若无受上帝义所界限制，人若照家己的自由意志，就是会犯罪啊。俄古斯丁是安尼应答，然后俄古斯丁说落安尼讲，咱会互扭曲的听所吸引，选择离开上帝的心意，互罪来合制。所以伫俄古斯丁死了几年，其实因拢死啊啦吼，因为迄
迄个俄国斯，迄个博拉焦是俄国斯丁死前10年已经死啊，因拢死啊吼。过冬的大公以弗所所举办第3遍的大公会议顶头，将博拉焦定做异端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对俄国斯丁开始阿奎那、马丁路德、加里文，一直到现在，拢无过对这个来做辩论。听有意思吼？迄是古早的辩论啊吼，拢无啊。因为路德甲加里文因要辩论的是另外一项代志，咱读落去咱就知影吼。所以因拢无辩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对迄时开始，这就成做基督教会今仔日的基要真理甲信仰个别，就是人有罪啊，人有罪这项代志。总是保罗伫遮咧关心的是啥？伊咧关心人免啊达到上帝公义的要求啊。然后保罗的答案是：无论咱要凭良心，还是凭上帝的律法，人拢无法度伫伊公义的审判进前徛一条。总是人是毋是有自由意志无犯罪咧？其实保罗并无回答。这嘛毋是保罗的关心，总是伊伫罗马书第2章14、19、15节提起一项代志真特别哦。伊伫遐提讲，迄个外邦人若有一个本性，会当行迄个合伫上帝律法的代志。这就亲像我之前讲到，我问过，我讲，倒有可能有人毋知影上帝律法，总是伊行出上帝律法合上帝心意的代志。倒有可能有人安尼，保罗伫遐讲安怎？所以伫圣经内底确实留落迄个空间。所以天主教伫1962年到1965年顶世纪啊，因用3天的时间开一个梵蒂冈第2摆的大公会议，顶头就接纳天主教的学者叫做 Karl Rahner， 伊所讲迄个无名基督徒这种论述。Karl Rahner 认为，伫教会内底宣扬照着耶稣基督有的恩典以外，是有可能有人会当照伊的良心，伊行好，规世人照上帝公义的义的迄款的标准来活。上尾得到拯救，入上帝国。卡拉尔讲有，应该是有，若照保罗的款式。所以梵蒂冈第2遍的会议盛行柏拉焦的清白。总是保罗到尾也是认为，其实只有一位才真正符合上帝公义的要求。迄是啥物人？要哪成就？咱后一回才过来讨论，这就是刷落去保罗要讲的。咱照保罗的讲法，无人会当伫上帝面前称义。对咱来讲，其实是事实。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互咱透过罗马书去了解历史顶头的论辩，总是也会当了解，其实这论辩对咱的今仔日。每一个人其实有迄个好处，咱会当好好来想以前的人的论辩，因安怎看自由意志，以及咱怎样去面对上帝。愿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话帮助咱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伫你的话面头前，阮确实有限。伫你面前，阮知阮是有罪的人，总是求上帝帮助阮，帮助阮知，阮这个有罪的人会当真正活近你。求上帝赦免阮生命中阮知影以及毋知影的罪。求上帝也引带，互阮知，主你怜悯阮，因为安尼。
你的神伫阮生命中搁活，互阮活出你救恩的恩典。求上帝帮助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